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演员黄杨甜甜的奢侈品耳环事件。这个黄杨甜甜她佩戴了一个疑似天价耳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事件一直在发酵，炮火从黄杨甜甜本身，从她的耳环已经延伸到了黄杨甜甜的父亲，继而又延伸到黄杨甜甜的奶奶、外婆，就是继续向上开始穿透追索。关于黄杨甜甜奶奶还有什么外婆这个家族啊，很多传言在网上非常多。当然了，还有更多的传言是把天价耳环和雅安的救灾慈善善款相关联，所以这个事情越闹越大，舆论是沸沸扬扬。前天5月22号下午，四川雅安市联合工作组在对黄杨某田父亲杨某，就是杨伟，在雅安工作期间及其涉雅的有关情况进行核查后，通报核查进展情况。本以为这个通报一出，那舆论自然就下去了，事情说明了嘛，误会一场误会。哪知道他雅安市的官方的通报一出，不仅舆论没有平息下去，反而更像是拱火浇油。不光是网民网友在质疑，我看很多官媒的下场，也就是官媒都看不下去了，觉得雅安官方这个通报不仅是苍白无力敷衍了事，更像是拿一块布要把火给包起来。所以这个引起了官媒访问。你比如说北京日报，那这是北京这个喉舌他当天就发了一个评论标题叫黄杨甜甜父亲入职离职动机可疑，黄杨甜甜天价耳环真假不重要了。你看看，从这个质疑黄杨甜甜的耳环，这个已经过去了，炮火已经覆盖到了黄杨甜甜的父亲。当年你考公务员，又从公务员队伍出去，这个东西要说清楚。这个是我在评价黄杨甜甜这个节目第一次评价，我就说了，问题不在黄杨甜甜，也不在他那个耳环，重点是让我觉得显示出他背后有巨大的能量在操控，不是耳环。耳环可能真可能假，我们不知道，也很容易做手脚，真耳环也可能消失了，现在留下的就是假耳环，或许那本身就是假耳环，所以这些我们搞不清楚。但是黄杨甜甜的父亲杨伟，他从深圳到雅安进入公务员体系，然后又从里面出来，这个没有一定的能量，谁信呢？黄杨甜甜他拍的什么片子可以在雅安的官媒对他进行宣传，这个背后没有能量，谁信？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在那儿一个科级公务员能做得到的。这和董小姐的4+4是一样，就是他背后他能撬动的能量非常大。所以你看北京日报他已经开始质疑黄杨甜甜的父亲入职离职这个动机可疑了。那财新网他又今天刊登一篇文章，那就更有意思了。他说叫略显仓促的雅安天价耳环事件通报。在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很多地方在突发事件后一脚踏入误区，就是只追求务实调查工作，却忽视了对外发生沟通的重要性。雅安市第一步的安民告示没有做好，导致后面的正式通报为力求尽快推出而给人以仓促之感。5月22日下午，雅安市公布了对于备受关注的演员黄杨甜甜父亲杨某在该市工作的相关调查情况。通报一推出，就引发了各方关注，说通报推出程序不太完善。这是财新网他认为你雅安方面你这个通报程序有问题，说先不评价通报的内容，雅安市发布通报的程序本身很不完善。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你也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连发一个通报程序都整不明白，对吧？做事是有套路的，一环接一环，对吧？你把步骤做错了，大家又得质疑。财新网说他对于此类重大舆情事件，地方通报需要遵循2步走的做法，就分2步。哪2步呢？地方应该首先宣布成立相关调查组进行调查，第2步再推出正式调查报告。你看在董小姐4+4那个事件，我记得是5·1节前国家卫健委先发通告成立调查组，节后好像5月10号还是多少号公布调查结果，是这么个2步。你也别管卫健委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大家满意不满意，但人家程序上走的是对的。雅安连这个程序都没整明白，雅安是5月22号正式通报中才提出雅安市成立由纪检监察、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应该先成立联合工作组，第2步才是公布调查结果。
蔡英文说，先宣布成立调查组，再进行通报。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第一是告诉社会大众，地方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成立调查组，民众内心会就此有了盼头，而不是认为地方仅仅流如只言片语的回应。第二是一旦正式宣布进行官方调查，民众内心就会获得某种安全感和确定感，情绪受到安抚，会为正式通报预留心理内层空间，因此会大大压缩各种谣言传言生存空间，还可以让调查从容进行，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不至于让通报尽快面世而仓促推出。从现实看，地方在爆发如此之大舆情事件后，几个相关部门各自发声，就公众关注问题进行了各自回应，但是显然公信力不足，民众寄望调查提及有更权威部门介入，但是地方仅仅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才表示该事件相关部门已在处理，且并未宣布成立调查组，这让人感觉地方没有高度重视，更没有权威部门介入的意思。他说，这实际是很多地方在面临突发事件之后容易一脚踏入的误区，那就是只追求务实调查工作，却忽视了对外发生沟通的重要性。雅安市第一步的安民告示没有做好，导致后面的正式通报难免会加班加点，力求尽快推出，导致调查和通报给人以仓促感。这个是蔡英文说他程序出了问题。第二个，这个通报本身也有问题，就是通报的内容。从通报内容以及通报推出后网络的反应看，很多人依旧对黄洋甜甜的家庭背景及其父亲的经历抱以怀疑，认为通报本身很多方面没有给出答案。通报本来可以再多说几句话，更多打消网民疑惑，只是时间紧迫，文字内容稍显仓促。从内容看，针对网民关注的绝大部分问题，调查还是非常权威的，回复也是非常明确的，即便网民依然有所怀疑。然而在现有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证据爆出，大家也只能接受，除非接下来在网民继续深扒后出现新的证据，推动调查继续深入。网民最为关注的事情是黄洋甜甜的父亲，也即杨某，其人生发迹到底和其在雅安期间的工作和灾后重建有无关联，是否发了国难财。所以通报主要梳理了杨某在雅安的工作轨迹，证明其工作不涉及灾后重建项目招标、资金审批管理和慈善捐款。通报稍显仓促，就是因为这个网民最为关注的关键地方，通报仅仅寥寥数语，其实应该稍微增加笔墨，增加细节，提高说服力。通报要以击中网民心理痛点为主，要突出重点，突出细节，有意识的与网民交心。在此通报推出之前，网络流传一篇影响较大的文章，认为杨某撒了谎。根据文章的政府信息公开网页的截图，证明其在雅安市工作期间，曾经和一个银津县云峰山 4A 景区开发项目产生关联。文章提出，这个项目是庐山地震的灾后重建项目，涉及投资7亿，因此杨某身上有重大嫌疑。通报直面了此事，提到了这个项目，但是仅仅说了一句该项目最终没有招引到投资商而戛然而止。其实这里涉及2个疑点，反倒需要更为详细一点，才能戳中网民心中痛点，拉直网民心中巨大问号。这是蔡英文说的。他说，考虑到此事举国关注，上级部门也毫无疑问在暗中督促地方调查，地方肯定不会公然作假，将地方全部公信力压在一个曾经的基层职员身上，所以雅安通报的文字基本是可信的。通报最后对杨某也宣布立案调查，对涉嫌违法违规问题，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这意味着杨某需要为自己一些违法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可以肯定的是，此事并未结束，一是地方已经立案调查，说不定还有更多问题被查出；二是网民也不会就此罢休，会继续深入挖掘。这意味着通报和杨某将持续经受考验。蔡英文也说，他说通报为何没有调查杨某可疑财富问题。他说这点也是很多网友看了通报之后内心耿耿于怀的原因，因为网民更多聚焦于曾经在体制内任职过的杨某
突然发迹这个问题，但是通报却反忽视这一点，令人如鲠在喉。这也是网民行为和政府工作的冲突之处。网民可以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对每个细节反复推敲，然后直接给出一个质疑，乃至抛出一个阴谋论。网络舆情更多是由网民群体性的质疑和猜测构成。从目前应对网络舆情的机制建设看，已经间接承认并且接受了网民这种猜测质疑的合理性，并倾向于其视作网络监督和群众监督。但是政府的通报调查却是另外一回事。现代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恪守法治精神和规则意识，涉及对任何个体的调查，如果对象是普通百姓，反倒风险重重，因为涉及人权、法律、道德。它任何一个政府行为稍微逾越法治和规则的红线，那就是触碰雷区，会引爆另一个舆情事件，成为地方政府难以承受之重。如果以调查真相之名，以网民群体的力量逼迫政府去做一些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那无异于一种群体的民主暴力。如果政府不能指入法治和道德的边界线，而以舆情压力驱民治民，去随意调查个体的一切，包括个人隐私，这种伤害的风险会危及每个个体。文章说，就以网民高度质疑网传黄洋天天佩戴天价耳环和杨某发迹的经历来说，网民可以进行自由想象和合理怀疑，但是政府调查必须遵纪守法，所有行为只能在法律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杨某的发迹经历、暴富来源、天价耳环真假、其家族财富来源，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调查的范围。政府必须在保障网民监督权、合理安抚群体情绪、合法合规调查和保护杨某公民权益之间保持平衡。地方政府被允许调查范围，只能得入杨某在雅安曾经的工作经历，是否和灾后重建有所关联，是否产生经费往来等方面内容。在担任公务期间，一切都需要查个清楚，给大众一个交代。但是其辞职之后如何经商赚钱，如何发家致富，家族财富来源如何，网传的天价耳环真假如何，的确不应该属于通报内容。这个财经网说的很有意思，这一点我觉得值得商榷。他说的有对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不能被民意裹挟。我认为他有罪，我们就要查他祖宗八代，那这样那不就变成文革吗？不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财经网他说这观点部分是对的，但是我不全同意。我们看他下面怎么说的，他说这就如同你看一个土豪不顺眼，但是你上去拷问说你的财富哪里来的，干净不干净，显然是不行的。政府掌握公权力更不行。今天有很多人的财富来路不明，但是很多发迹细节都是个人隐私，是社会复杂性的体现。即便财富可能是违法违规所得，但是民不报，官不究，只要未报官，他反倒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也就是财经网的意思，我们极端一点举例子便于理解。财经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靠偷发的家，如果没有被人发现，没人举报，那么你偷来的财富也是财富。完了之后，这还要受法律保护，别人不能无端去查的都有理由。我这么一举例，你就知道这恐怕就有点问题了。你看一个土豪不顺眼，你不能马上就质疑他财产来路不明，政府马上就得去查他。也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这个人还要受法律保护，那这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你法律保护他，那你怎么还可能查到他的证据呢？就是他的钱来路不明，所以这个对吧，就进入一个怪圈。蔡英文说，他每个人因此获得生活的权利和自由，有钱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大把消费，客观推动社会发展。他们可以带着天价奢侈品，比如格拉夫经典蝴蝶系列的全套，然后给你说这是假冒的山寨品，这是他们的自由。大众可能会愤愤不平，但是这样的社会总比有点财富积累就惴惴不安的社会要强得多。这个实际上就是提倡什么？提倡你捞到手就是你的，你只要不引起公愤，你只要不让人知道，那就大家都闷头捞，而且法律还得保护，没人举报就行了。你这叫什么话？显然这是不是已经偏离了？他说，当然有钱人炫富本身是一种道德的罪眼，社会从来不宽宏大量，但是如果他是公职人员，这就不是隐私，必须接受群众监督和权力监督，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向社会通报调查结果。他后面说的又回来了，说这个人是公职人员就没有什么个人隐私，那就得
接受群众的监督，还权力监督。我认为他说的也是对的。他说，地方政府针对网民的质疑，只能调查和通报杨某涉及公职的那段经历，还原每个细节。公职之外的经历，未触及法律法规的，那是个人隐私，政府无权插手。虽说如此，并不意味着公平正义的无能为力。杨某及其财富来源将就此成为大众心中一个谜团，成为阳光下一个可疑包裹，将接受大众监督。任何可疑之处会被网络爆料，会被举报给相关部门。这就如同被网民进行了网络软禁，一举一动都会被审查。这就是带有道德污点的代价。只要财富来源有问题，总会有一天被曝光、被追责，公平正义和道德人心也会获得补偿。这个财新网他对四川雅安的官方的通报提出质疑。首先是你的程序，这是似乎有问题，那就导致你的通报一出，反而舆论更大。第二个，你通报的本身，财新网他是一分为二，他认为对于黄洋甜甜的父亲杨某，他在雅安工作期间那一段时间你可以查，公之于众，其他的你还不能查，他受法律保护，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财新网他应该是进入一个怪圈。什么怪圈？具体到杨某这儿，大家质疑他，实际上是质疑他这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这个没毛病，高度怀疑。他现在说他那个耳环是假的，10几块钱一个，仿冒的，他穿的衣服也是10块钱一件的，住的别墅是租的，这些已经来不及了。网友质疑的是他们家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如果杨某他没有这段公务员的经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那公众质疑这个就有点过了。公众质疑是因为他父亲曾经是公务员，曾经还经手善款灾后重建工作。你是公务员，你就要接受监督。然后财新网的意思是，那你只能监督他在公务员那一段时间，其他时间你不能去查。这个显然是有点苛求，有点迂腐。这个要么怎么叫正山旋转门？正因为他有公务员的这段经历，政府部门工作的这段经历，他有资源，他有人脉，他后面从事的工作是不是还继续利用了他在公务员期间这种影响力？这个你不查吗？他是2011年到2015年是公务员，2015年辞职了，你只能查2011年到2015年，后面不能查，这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你只要当了1天公务员，你的所有的都可以查。那如果你觉得不公平，那你不要当公务员，你不要去削尖脑袋去，你让那些觉得公平的人去考公务员。我告诉你，你只要当了1天公务员，你就要接受一辈子审查，这个没毛病的。那很多老干部，他利用他退休以后他不在位了，他利用他的影响力到处谋利，到处去权钱勾结，难道就不能查了？这就不能查，因为他退休了，只能查他退休以前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以胡一进老师为例，胡一进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在环球时报那还是根基很深，他在环球时报再整点事情，整点私活，整点权钱交易，合着那就不能查。你说这个道理能说得通吗？显然很迂腐。这第二个，正因为他是公务员，还得查他亲属，往上倒2代有没有公务员，有公务员的也得查。这个就养成社会一个风气，就是对公务员我们有权利监督。那你要嫌不公平，你公务员你说我要保护我的隐私，那你别当公务员了，你别去考。马斯克在美国搞100日维新变法，他不就美国的公务员挨个查吗？你的收入应该是1个月多少钱，完了你要开什么豪车，那你的车从哪来的？是不是马斯克这么整？当然马斯克这么整他也没查出什么贪污腐败，反正他就是这么查，他就认为你的收入和你的现在的消费不匹配，他就认为你是贪污，马上就查。咱们网民无非不就是要得到这么一个答案吗？对吧？他们家的收入和他的消费完全不匹配，那你作为政府调查组，你要想把这事情搞清楚，你还得我们要从网友的诉求出发，而不是各管一摊。财新网他说的这些说来说去还是各管一摊。我四川雅安，我就管我雅安这一段，那还不是各自为政吗？我只要保证这个杨伟2011年到2015年期间在雅安工作期间没事就行了，其他的跟我没关系，那这还不是各管一摊吗？这个你要这么解决问题，那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网友现在怀疑的是黄洋甜甜他们家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所以你只能去查他的巨额财产到底有没有巨额财产，他们家财产到底什么情况，这些钱怎么来的，你得出这样一个调查报告，这叫釜底抽薪，这个才是直接能让网友闭嘴。如果这么一调查发现他们家的钱是通过做生意，有网友不已经扒出来了吗？黄洋甜甜他妈是做移民中介的，当然这都是网友扒的一大堆的，他们那你的就得去查呀。
查他的收入合理不合理啊？如果合理的，跟那个马云一样经得起查，那他戴200万的耳环，戴2000万的耳环，那也是他的自由，人家自己赚的钱，凭什么不能戴啊？如果你要查出来了，他们家现在身家8个亿，跟在四川雅安工作没有1毛钱关系，这8个亿都是怎么赚来的？通过移民啊，通过什么别的房地产开发，为什么可以去查？公众为什么质疑？就是因为他是公务员，曾经是公务员，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公务员期间利用了公共权力，利用职权为他后面这个敛财或者就是发家致富打下基础。不仅是他，而且他的就是杨伟的父辈、杨伟的岳父岳母都得查。如果是公务员，那就得查；如果不是公务员，万善查3代，没有公务员，没有官员，否则你四川雅安你出什么一个通报，网友照样会质疑，因为网友关心的是他那个钱从哪儿来的。你告诉网友说这跟我没关系，这不是从我这儿弄的，那网友就想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网友有权利质疑啊！实际上，这种挤牙膏式的通告，浪费的、损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网友挤一下，他就出来一点，挤牙膏式的，这不就是验证了塔西佗陷阱吗？所以说，雅安方面的通告，如果还有下一次，最好是一次性的，把网友的质疑给它解决掉。这还是北京日报说的比较全面一点。北京日报说，他说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耳环是不是正品，值不值200多万，是靠自己收入购买的，还是他妈妈的，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其父在雅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雅安市投资促进局工作期间违规经商办企业，有没有利用工作便利和职务影响，甚至于存在其他形式的更加隐蔽、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担任公职期间屡次向单位隐瞒自身问题，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入职的动机和离职的原因。北京日报说，近年来从曲婉婷母亲张明杰贪污3.5亿赈灾款，到北极鲶鱼爷爷钟根熙涉嫌贪腐为天价付出代价的孩子和父母已然不少，但黄杨某田和他的父亲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只要有违规违法的事实存在，即便暂时隐藏得很好，转型很成功，也会最终露出马脚。确实，如果不是家长钱太多出手阔，孩子戴不上天价耳环；如果父母教育好家风正，孩子也不会自鸣得意炫富显摆。是不知深浅的黄杨某田一不小心坑了曾经当官的爹，还是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的父母坑了孩子？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但要防止这个问题出现并不容易。说来说去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钱是好东西，不管是谁都得取之有道。我们这社会风气为什么越来越差呀？刚才财经网说的，你就是个小偷，你偷来的钱只要没被发现都要保护，那这个就实际上就保护了很多人铤而走险。我卖07食品，他就卖假冒伪劣，他就卖地沟油，他就卖那些回收的黄焖鸡，只要没人举报，这些到了我的口袋还要保护。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导致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导致有的网红超市他就是卖了一点真东西，马上就能走上神坛？那这不是反讽吗？这不就是妥妥的叫讽刺吗？这个社会变成这样，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违法犯罪的过度保护，也类似于美西方极左搞法。我们要防文革，但是我们也要防这种过度保护。我觉得我们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社会丑陋现象解决不了，就跟这种过度保护有关系。何况公务员的财产应该公示，应该主动的向大众。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不得每年要公示自己的财产吗？今年赚了多少钱，工资少，多少钱是房子涨价涨出来的，交了多少税，都要公示的。所以你看黄杨天田他那个天价耳环，为什么公众质疑？为什么公众不质疑王思聪开豪车？不是网友仇富，而是网友仇贪。所以最后黄杨天田这个事情要想让舆论彻底平息，那只能是权威部门对黄杨天田这个家族财产来一个透视，那只能这样，否则质疑声是不会断的。如果网友质疑什么，有关部门赶紧回答什么，那这个只会透支政府的公信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